香港圈名人向华强的老婆向太，过去曾担任过张柏芝的经纪人，不过两人4年前撕破脸。最近有网络文章说，向太有意帮对方回归圈，消息曝光让向太对这家媒体说你会收律师信，还讽刺地说与孩子的爸都不知道的人，从未有联系。就是这篇报道。斗大的标题写张柏芝又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内文写着向华强、向太直言张柏芝可以回到圈，让向太火气不小。再转发，劈头就问是否收费帮某人造势，对媒体放话你会接到律师信，还酸溜溜地说我们与刚生完第3胎，连孩子的爸都不知道的人，未曾有过联系。回归圈不是我们说了算，因为江山难改，本性也难改。香港产业大亨向华强，2015年3月17日，我觉得他死性不改，他以前那种工作不好的态度，现在真的变本加厉。这次向太跟我也死心了，根本会被人取笑，一定永不合作。香港产业大亨向华强的老婆向太，过去曾担任过张柏芝的经纪人，两人情同母女，却在2015年公开跟对方撕破，因为这部电影。2015年，向太投资数亿港币，邀他演出《封神传奇》，却传出张柏芝耍大牌，无故缺席，导致双方决裂，16年母女情就此完结。如今张柏芝生第3胎，双方关系依旧没破冰，第3胎小王子出生证明曝光，父亲栏目前也是空白的，还跟着妈妈姓张。看来张柏芝目前幕后的争议，都比事业成绩还要来得精彩。